我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台铁昨深夜晚12点开放5日节连假的订票，到早起的9点为止，已经卖超过28万张的火车票了。台北到花莲台东以及台北到高雄热门时段的长途的座位总共订了啊！若是要订到票，不要紧，3天后也有机会会当来抢票。伫网络顶关预订肉粽节连假的车票，卡抢了上万，可能就买袂到。疫情无遐尼严重了后，搁来就是4天的肉粽节连假，代替高铁，搁有人要抢买票啊！我们的观察跟今年的清明是有回复到今年清明的那样的量，因为同样是4天的假期。代替加开114班的火车，加这时间嘛卖客票，每一班120张，10号开始卖了后，9点钟以来就卖超过28万张。另外一方面，高铁加开163班，拢总有865班车。5月28开始卖了后，已经有32万2000人次订票。在台北到花莲的部分是在24号，也就是节前一天的下午过后，到端午节当天是售完的状况。包括台北到花莲、台北到台东，还佫有台北高雄来回较热门的时段，长途的自强号甲高铁对合作，差不多拢卖了啊！佫无抢到票的人，6月12透早9点开始，代替的佫卖无去摕票的座位，透过网络订票、电话语音，佫有车站，拢会当尽早去买票。